位市民，大家好，我係立法會選舉九龍西1號候選人關偉希，冇政黨聯繫。偉希過往深耕地區10年，亦都係油尖旺嘅區議員。今次嘅政綱重點係重民生、穩經濟、為勞工、撐家長。向前，希望力爭九龍西1席。請大家投票支持我1號關偉希。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西嘅2號候選人劉愛詩，一間慈善機構嘅總幹事，一位雙職媽媽。過去18年，我運用創新思維去解決民生問題。我係2號候選人劉愛詩，請支持我。各位深水埗、油尖旺嘅街坊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西3號候選人競選連任嘅梁文廣。今次參選文廣以安居樂活幸福作為主題，期望同大家一齊拍住上建設一個更宜居嘅九龍西。10月7日，請大家全家總動員支持我3號梁文廣競選連任，多謝你。大家好，我係4號候選人龐兆輝醫生。我嘅政綱就係為社區做好國民奮戰，專業眼界，服務九龍西，有我龐兆輝。我最關注就係地區嘅醫療啦、住屋啦，同埋中產人士嘅權利啦，同埋就係點樣係為社區做好一個長者友善嘅好社區。各位九龍西嘅市民，大家好，我係民建聯5號候選人鄭明信，感謝各位街坊過去對我哋民建聯嘅支持，今次我係競逐連任，我哋嘅口號係共築未來，躍動九龍西，希望同大家共建一個更加美好、更加漂亮嘅九龍西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我係鄭明信。呢區有超過34萬名選民，12月7號投票。